各位網友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借爸爸頻道啊。咁咧今集出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理財戶口嘅玩法喎。因為好多巴友咧就唔係好知道理財戶口嘅重要性啦，同埋咧佢哋可能就係擔心一啲收費啊，同埋咧咁啊驟眼睇呢啲咁嘅理財戶口咧都係有啲入門嘅門檻㗎，譬如係100萬咁樣啊，咁啊令到好多巴友咧就冇興趣去玩或者了解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呢啲咁嘅高級理財戶口啦，叫做係通常都有月費嘅，即係每個月收你三嚿水咁樣。咁一啲巴友就未玩過，咁就唔知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月費啦。咁啊有見及此，咁啊借爸爸梗係嗱臨出條片同大家分享我呢啲玩法同中過嘅伏㗎。咁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就會學識點樣可以快速升級呢個理財戶口，之餘得嚟仲點樣玩轉佢呢個月費豁免嘅玩法嘅。咁如果你第一次睇借爸爸呢個咁嘅頻道咧，咁啊希望大家訂閱一下subscribe 一下，支持下借爸爸出片嘅速度啦嚇。咁呢條片首先同大家講核心銀行之中嘅理財戶口啊。咁啊何為核心銀行咧？咁啊實際上咧核心銀行嘅定義係由借爸爸定嘅咋嚇。咁啊呢5間銀行啦，我就叫佢做核心銀行啦。咁呢條片咧會首先講呢啲咁核心理財戶口點樣去升級，同埋點樣去申請個月費豁免嘅一啲玩法㗎。咁啊分別係最重要嘅恒生啦、渣打啦、東亞啦、大新啦同埋中銀嘅。咁啊呢5壇嘢啦。咁啊呢5間嘢咧就非常之重要㗎嚇。咁啊涉及到借爸爸嘅卡冚卡嘅原理之中嘅。咁啊關於卡冚卡嘅原理，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 join 我 Patreon 去睇一睇啦。咁啊呢條片就唔同大家介紹啦。咁啊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需要升級呢個理財戶口咧？咁樣咁啊當然有着數先會升級㗎啦嚇。咁啊借爸爸總結咗3個好處啦。第一個好處就係提升你嘅客戶資質㗎，好重要㗎。你見呢個獅子銀行啊、恒生銀行啊，關於啲理財戶口咧，個客戶咧佢通常都有唔同嘅 counter 俾你用㗎嚇。有啲啊甚至直頭開埋唔同嘅 branch 俾你用嘅，即係多啲分行俾你用到嘅。咁啊即係話喺銀行嘅世界咧，客戶嘅資質咧佢需要區分嘅。咁啊最簡單就直接升級佢個理財戶口。咁通常嚟講咧，理財戶口就需要100萬啊。咁我呢條片又講一講，一陣間會講一講呢啲詳細位嘅。咁啊用100萬加開咗個理財戶口之後咧，你就會同一般嘅非理財客戶咧有產生咗一啲區別嘅。咁啊最明顯嘅區別咧，佢會有啲 RM 俾你跟下，問下你啲戶口嘅嘢啊。咁啊其他嘅作用都不大㗎嚇。咁啊至於嗰啲人排隊啊，會唔會快啲啊？有冇多杯咖啡飲啊？咁樣咁啊實際上呢啲作用都冇乜用㗎。可能呢個咁嘅理財戶口嘅排隊條龍仲長過你嗰啲免費戶口㗎。咁啊其實咧借爸爸咧根據玩卡者咧個好處有3個嘅啫，其他啲好處我就唔當嚇。咁啊第二個就係獲取更多嘅信用額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借爸爸最點解會玩到去理財戶口嘅一個核心嘅驅動力嚟㗎，就係要攞更多嘅信用額，因為借爸爸係額度黨嚟㗎嘛。咁至於理財戶口同信用額之間咩關係咧，亦都唔係呢條片之中㗎。咁啊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啲片啦，都略略提及到嘅。咁啊第3個都好重要㗎嚇，就係加強抵抗呢個銀行關心啊，俗稱 AML。咁啊玩親卡咧。咁啊，多數都如果唔睇借爸爸嘅 Patreon咧，多數都會中啲 ML 㗎。咁啊，如果你開始玩嘅時候，當然就唔係好覺有咩重要啊。咁如果你中過伏嘅時候再睇咧，咁啊為時已晚㗎。所以大家都係去一去借爸爸嘅 Patreon啦。咁啊裝一裝就有着數㗎。咁點解呢個理財戶口可以抵抗到 AML 嘅關心咧？咁啊原因好簡單嘅啫嚇，就係因為你擺咗錢入去佢度，你擺咗100萬落去，咁你使咗50萬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解釋㗎嚇。但係如果你個戶口長期都係0至到5萬蚊，你突然間使50萬嘅信用卡碌卡度咧，其實都係有啲麻煩嘢嚟㗎。咁同埋調翻轉啦，如果你入錢落去嘅時候咧，你個理財戶口級數越高咧，你可以承受嘅呢個 cash in 即係現金放入銀行嘅理論上就會越多㗎嚇。咁啊根據借爸爸測試咧，如果你理財戶口咧，你入10萬左右咧都冇問題嘅嚇。咁如果你唔係理財戶口咧，你日日每個月都入10萬咧，都幾係嘢嚇。咁呢度就唔關於 AML 嘅，唔同大家再分享啦。先講一講呢個理財戶口嘅一啲玩法嘅。咁講完好處梗係有壞處啦，如果咪個個都升啦嚇。第一個壞處就係入場門檻嚇。咁入場門檻一般嚟講都要需要100萬嘅。咁啊借爸爸呢條片又會同大家解釋下點樣降低佢嘅門檻同埋啲玩法嘅。咁啊第二個就係最麻煩啦，俾錢啊嘛，每個月都要俾錢嘅。如果你符合唔到佢啲理財要求，即係唔夠100萬嘅話，咁啊睇起嚟好可怕啦，每個月收你300蚊咁樣都好蝕底嘅。咁啊其實呢啲都係有得豁免嘅，只係大家唔清楚嘅玩法啫。咁啊嗱臨就睇埋呢條片，你就即刻就可以KO 呢2個咁嘅壞處㗎。咁啊講完咁多，咁嗱臨就去進入呢個升級攻略啊。我哋第一步係先升級恒生嚇。
因為呢借巴巴多恒生渣打咁樣，東亞大新啊、中銀啊，我都係以呢幾個順序同大家玩升級噶。咁啊，先升級咗呢個恒生先啦。咁啊，去升級之前咧，大家可以去我個網度睇睇恒生信用卡嘅其實我喺呢個銀行開戶之中都寫咗喺度噶啦。咁啊，一般嚟講咧，銀行大部分都係分2至3個等級嘅，一個咧就係最基礎噶啦。恒生嚟講就係優進理財，另一種就係優越理財。咁啊，你當呢個100萬以上啦，咁呢個就0至到99萬啦。Journal 嚟講係咁分噶。咁實際上唔係嘅，咁你點擊入去啦呢個，咁啊入到去優進理財度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嚟借筆筆寫咗個 post 係關於啲玩法嘅，不過就已經冇乜 update 啦嚇，咁啊原因好簡單，因為冇乜人去申請啊嘛，咁啊呢個咧就 update 到3月31號嘅啫，咁我嚟緊可能會 update 下啦，睇完呢條片之後，因為可能睇完呢條片之後有啲人申請嘅。咁啊登記升級就 OK 啦，不過依家呢條片嘅重點唔係同大家講點升級。好，咁第一間先研究下恒生銀行點樣升級咯嚇。咁啊恒生銀行點升級？咁啊需要100萬嘅理財總值㗎。咁啊恒生嘅 terms 咧叫做全面理財總值。咁啊由於時間關係，我已經集咗俾大家啦，就包括咁多大家可以睇咗佢啦。咁啊我總結咗嚟講咧，就係包括私人貸款同埋強積金㗎嚇。咁啊冇寫，但係實際都包嘅，就係包括樓宇按揭嘅。咁點解要符合呢個理財全面總值呢？因為明顯升級呢個戶口係需要100萬嘅，真係要擺100萬 cash 嘅。咁你擺100萬 MPF 都得嘅。咁你如果我冇100萬 MPF， 我擺50萬得唔得呢？都得㗎嚇。咁我後邊會講一講到一啲豁免嘅時候，會同大家講一講個 detail 啦。咁啊服務收費方面呢，咁啊100萬以上呢，佢豁免嚇。咁啊實際上就唔係啊，佢寫係咁寫咋。咁啊50萬至100萬咧，佢就 sell 40蚊。咁啊50萬以下咧，佢每個月就收你340蚊啦。即係話呢個戶口其實唔係好歡迎50萬以下。咁呢個戶口相對嘅好處就唔同大家講啦。咁想重點同大家解釋一下個全面理財總值嘅意思，同埋因應呢個咁嘅額度，我哋去進行一啲攻略咁解嘅。咁呢篇 post 係關於恒生銀行啦。咁啊其他銀行都一樣嘅啫，渣打我都寫晒喺度噶啦。咁啊關於入渣打你就入個 Priority Pass 啦。咁佢嘅100萬級數咧叫 Priority Pass。我嘭嘭聲講完恒生，我講下渣打嘅升級攻略啊。咁啊同樣原理喺渣打嘅世界咧，佢叫做總結餘定義啊。咁啊亦都包括咗咁多啦。咁啊睇一睇啦，費事讀啦咁樣。咁啊簡單嚟講咧，係包括私人貸款同埋強積金噶。咁佢寫明係包樓宇按揭嘅，咁啊寫到啦明啦，有抵押及冇抵押噶，都係啦。至於佢再詳細包啲乜咧，你可以睇翻我呢個 post 啊，我應該就已經摘取咗佢嘅精要喺度話俾你聽，佢包啲乜同埋咩注意事項噶。咁呢度同大家講一講啦，佢渣打咧，佢有一個條例嘅條款限制嘅，就係如果你開立咗呢個優先理財之後12個月就取消咗佢咧。咁啊，銀行會收翻你已經發放嘅獎賞啊！講係咁講啊，so far嚟講我未聽過佢會收翻啊！咁真係戴個頭盔啊！咁如果收翻你嘅時候，就千祈唔好揾借爸爸。你水我話唔收翻，我到時12個月 cut 咗佢，咁就收翻，咁啊好蝕底啊！咁到底有冇人咁低智？咁12個月內又免就取消咗佢咧？因為呢個12個月咧，其實係屬於佢嘅寬限期，唔收任何嘅月費㗎。咁你又取消咗佢，咁有冇咁嘅人咧？咁我唔排除都有㗎嚇。咁呢篇 post 係關於渣打銀行嘅一啲高級理財戶口嘅攻略啊，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一睇啦。咁啊講完渣打啦，就臨講埋東亞銀行㗎。咁啊東亞銀行咧，佢個 terms 咧就叫做每日平均理財總結餘㗎嚇。咁啊我就翻譯咗㗎啦，就係不包括私人貸款同埋樓按㗎。東亞好奇怪係不包括呢兩樣嘢㗎。咁啊實際上咧佢冇寫，但係佢係包括強積金嘅。你可以擺啲強積金落去咧，佢一樣係當每日平均結餘㗎嚇。咁呢度就同大家玩一玩，降低嘅門檻就唔係同大家去除嘅門檻啊。你有冇同隻爸爸講話100萬現金我冇，咁我都冇。咁強積金100萬都冇，50萬都冇，10萬都冇，咁點搞啊？咁係冇得搞噶嚇。咁我只係同大家降低個門檻，唔係同大家去除咗個門檻。你都係需要有少少資金擺落去嘅。咁我網度同樣係有關於東亞銀行一啲開戶上需要注意嘅嘢啦。不過你由於東亞銀行咧啲推廣咧就停晒噶啦嚇，咁呢啲咁嘅曲可能都冇效噶啦。咁我到時再問一問對方睇下有冇啲曲可以 update 下啦。不過有冇都冇所謂嘅，大家有需要就申請嘅就用啦。好，咁啊講一講第4間大新銀行嘅升級攻略喎。大新銀行咧就叫做全面綜合理財總值㗎嚇。咁啊包括咗呢啲啦嚇。咁啊實際上係包括私人貸款同埋樓按嘅。大新銀行係包㗎，寫到明包嘅佢。咁啊我實際測過係唔包括強積金㗎。咁你唔好將你100萬嘅強積金擺落去大新度跟住睇下升級佢嘅高級戶口喎，咁係唔得㗎嚇，大新係無效㗎嚇。咁你唔好以為淨係睇咗借爸爸前面，呢個包強積金呢度
就睇到呢度就以為係同樣係包 MPF 嘅，咁實際唔好意思啦，咁呢間唔包嘅。同埋呢間銀行嘅豁免難度係幾大嘅，大新啊。咁最後講講中銀嘅一啲升級攻略啦。咁喺中銀嘅世界啦，咁100萬嘅資產係包咩呢？佢就叫做綜合理財定義，咁包咁多。咁實際上呢，我就測試過啦，係包強積金、包私人貸款同埋甚至包樓宇按揭嘅嚇。中銀最寬鬆，乜都包，有錢就得啦，甚至冇錢都可以開到佢嘅理財戶口噶。咁我後邊會講一講點搞噶。好，咁同大家研究完呢個理財總值，實際上咧都總結下，大概係50萬至100萬呢個咁嘅入門門檻嘅。當中有啲銀行可以用強積金咁大家點都有20-30萬啩，去對沖一下或者降低下個門檻嘅。甚至如果你嗰期有啲私人貸款咧借咗喺度嘅，咁你自己計一計啦，你嘅強積金加私人貸款夠唔夠佢個額？夠嘅額咧，就可以升級噶啦。咁你升級還升級啦，不外乎就係驚升級咗之後唔合資格保持唔到100萬，佢收我錢，咁點算咧？咁都唔使驚噶嚇。借爸爸呢條片都話埋俾你聽，我用測試過嘅豁免條件啦。咁呢度戴個頭盔啊，呢個係我測試出嚟嘅嘢啫，唔代表100% 有效。咁先講講恒生啦，恒生嘅開戶咧，其實佢列到明係50至100萬咧，你擺落去咧就可以直接升級佢呢個優越理財噶啦，就可以開戶噶啦嚇。其實有第二個隱藏嘅條件嘅，就係你用佢嘅出糧戶口 Payday 啦嚇，都可以嘅。咁佢個出糧戶口咧就係公司出糧戶口啦，你自己出落去係唔介意嘅嚇。呢個出糧戶口都可以令你開到佢嘅優越理財戶口嘅嚇，所以咧佢個官方上寫，如果你用錢嘅話咧，就要50至100萬嘅。咁第二個就係你直接轉公司嘅出糧戶口啦，都可以去申。講講個豁免條件啦。豁免嚟講咧，恒生嚟講咧，你開戶咧佢會免你半年嘅，同獅子銀行一樣啦，免你半年。但係咧恒生銀行咧，如果佢嘅 RM 咧係可以無條件咧豁免，再豁免多你嘅戶口3年嘅月費。一次咁大把啫，即係話你可以免多3年啦，無條件免多3年嘅嚇。不過你話謝伯伯免唔到咁點搞啊？咁樣咪每個月都要俾3嚿水，應該就唔會有人咁弱智啊！睇完謝伯伯嘅片，你都咁低智，咁冇辦法啦。個後果係嚴唔嚴重咧？係唔嚴重噶，幾乎係冇後果嘅啫。最多免唔到嘅話咧，佢會自動 downgrade 翻你個戶口嘅，即係由你優越理財啦變翻優進理財咁解嘅啫。你個信用卡同埋個額都係得以保留噶。所以呢間嘢咧調翻轉嚟講 downgrade 咗仲好，我下次再可以刷營舊嘅，因為你恒生銀行嘅戶口咧係可以刷營舊嘅。大家有興趣都係睇翻我呢個 post 啦，舊客都有份嘅。第二間就渣打銀行嘅豁免條件啦，渣打銀行咧就企得比較硬嘅，你開戶咧要100萬或者出糧戶口都開到戶㗎。你個出糧戶口咧就可以自製出糧戶口㗎，for 呢個渣打銀行。我呢度都話到明俾大家聽開呢個優先理財嘅一啲條件啦嚇，你月薪8萬都可以啊，或者你擺100萬嘅資產落去都得。但係渣打銀行就企得比較硬嘅，通常你擺100萬落去咧，佢就好快有人打電話叫你，喂，阿生去升級啦。但係你話我出糧出8萬蚊咧，你就係可能真係要揾個 RM 去自己去搞啦。開戶有咩豁免咧？就係開戶佢會免1年嘅嚇，default 會免1年。之後滿咗1年之後 ，RM 咧就會無條件免多2季嘅。第3、第4季咧就會有啲條件啦嚇，要睇下你有冇幫襯過 RM 買一啲基金類嘅嘢啦。如果有幫襯嘅，佢又會幫你免多半年嘅。無限市循環落去啦嚇。講又要成本咁樣，當然唔使啊。謝爸爸就唔中意成本玩呢啲嘅，雖然我都合作共贏，但係我就唔會共贏喺呢啲地方啦。免唔到嘅後果係乜咧？都冇乜後果嘅，都係自動降級咁解啫。其實降唔降級都冇乜所謂，最緊要我就用咗佢張信用卡，攞到個信用額嘅啫。如果渣打你俾佢降一級咧，咁唔好意思啊。渣打國泰嘅 Mastercard 優先理財戶口呢張卡咧，咁唔好意思啦，咁要取消嘅。但係咧好彩啦，由於渣打係共享信用額嘅，你個信用額就可以保留嘅，咁所以冇乜所謂，下次再升級過又賺過個營舊。咁所以咧呢啲咁嘅銀行戶口咧，仲好玩過呢個信用卡迎新㗎，因為呢啲戶口必須可以玩營舊啦。如果咪邊有咁多客啊？第三間好畸形啊，講東亞銀行啊，呢間銀行咧都係重要得嚟，又好多人忽略咗嘅。呢有幾重要唔同大家講啦。總之佢開戶咧就需要50萬就可以㗎啦。其他銀行可能需要100萬，佢需要50萬就可以啦。呢間嘢咧係包 MPF 㗎嚇。佢豁免開戶豁免咧就免1年嘅啫。你去揾去中環嗰間總行揾啲姐仔開咧，佢話俾你聽滿1年嘅。實際上個 RM 可以免3年嘅，所以你可以問佢，喂，謝爸爸話可以免3年喎，你點解同我免1年啊？你去拗下佢咧，
佢都可能會幫你免到3年啊。至於佢識唔識借爸爸咁啊另計啊。我假設佢唔識先啦。不過又係嗰句啊，你出聲問下，輸咗冇蝕底都有1年啊。咁啊，如果博贏咗有3年，咁啊你問下佢係有着數啦。咁啊後果啦，如果你話我長期都 keep 唔到50萬喺度啊，咁點搞咧？都冇嘢㗎嚇。咁啊自動降級啦。咁呢間嘢有啲非理性㗎啦。咁你冇咗呢個咁嘅東亞理財戶口啦，佢會取消埋你張顯卓理財嘅信用卡㗎嚇。咁啊好啲有啲麻煩嘅。不過冇所謂啦，下次再升過。咁啊有咩辦法可以更好咁樣保留東亞嘅顯卓理財戶口咧？咁啊有個大法㗎，就好簡單嘅。咁你保留10萬嘅 MPF 喺佢嘅戶口入邊就可以㗎啦。咁啊可以自動豁免嘅嚇。咁啊當然啦，呢個係大法嚟㗎。如果佢咁啱嗰期你擺咗10萬蚊 MPF 都唔豁免嘅話咧，你可以打上去問清楚點解唔自動豁免嘅。咁當然啦，由於客戶嘅關係嘅原因啦，你打得上去拗嘅話，佢多數都免俾你㗎。咁啊前提都係大家多啲幫襯下東亞。咁啊呢間嘢真係好重要㗎。咁啊最後講一講中銀嘅豁免條件啦。咁啊中銀嘅豁免咧就係20萬至100萬啊。咁中銀嘅高級戶口啦，佢真係叫做中銀理財咋，佢嘅開戶條件咧就寬鬆到得人驚嘅，即係佢講就係要100萬㗎，實際上借爸爸測試出嚟咧0萬都可以嘅。咁啊 general 嚟講，如果你要用0萬就開嘅話咧，咁你就要搏下搞呢個中銀出糧戶口啦嚇。咁你搞得個中銀出糧戶口咧，個 RM 職員又得閒嘅話咧，佢會幫你升級埋呢個自營理財㗎啦嚇。咁你就 keep 住個自營理財咁樣玩多1年半載咧。咁啊得閒去拗下職員咧，見佢得閒咧，你叫佢升級100萬嘅理財戶口就得㗎啦，就係咁簡單。咁個豁免咧，佢話就係豁免1年㗎，實際上我就未見過好少啦，佢會再收你嘅月費嘅嚇。如果你唔夠100萬嘅話，咁啊免唔到有咩後果咧？都冇乜後果嘅，都係降級嘅啫。咁同埋咧，佢嘅額卡同埋額都係可以保留㗎。咁你話借爸爸我開咗個出糧戶口都唔得，咁仲有咩辦法咧？都有辦法嘅，你可以開埋呢個北向通嘅戶口㗎，咁你就可以再同職員要求呢個開埋呢個中銀理財啦。咁啊有啲職員就肯幫手幫你開埋嘅，有啲職員就費事理你嘅，咁啊冇計啦。你遇到啲比較盡責嘅職員，咁啊唔好意思啊，你下次再問過另一個比較得閒啲嘅職員啦。好，咁啊最後總結下呢5間銀行嘅理財戶口嘅一啲建議玩法啦嚇。咁如果你真係有100萬嘅話咧，咁啊建議你先開咗中銀先，因為你俾咗錢入去咧，佢之後你抽走翻啲資金咧，佢就唔會收你錢噶啦。抽走嗰100萬嘅時候咧，就擺落渣打，因為渣打都企得幾硬嘅。咁你有100萬嘅時候，佢就會自動幫你去開升級呢個戶口啦。咁當然啦，升級戶口佢有啲條件嘅，你嗰100萬咧，佢可能會鎖你2至3個月嘅。咁你2至3個月之後咧，就會將啲錢轉過去呢個恒生度。咁利用恒生100萬開咗個理財戶口之後咧，咁然之後佢叫 RM 豁免你3年，咁然之後又可能鎖你3個月嘅資金，跟住就去東亞啦。咁去埋東亞嘅時候一模一樣啦，又開咗個戶口開埋張信用卡，領埋啲額㗎。咁最後劈去大新啊！講時講呢度好似漏咗大新嘅一啲玩法喎。好，咁借爸爸嗱臨補充翻呢個大新嘅豁免條件啦。咁大新係5間核心銀行之中咧最麻煩嘅一間啊，咁佢開戶要100萬嘅，而且企得好硬嘅嚇。咁佢開戶嘅豁免咧係豁免半年啊，咁RM 可以再豁免多半年，咁即係1年左右啊。咁佢咧豁免唔到有咩後果咧？佢都係自動降級咋。咁佢由於佢間銀行係共享嘅信用額啦，咁佢可以保留信用卡同信用額嘅。咁呢間銀行咧嘅玩法咧個大法咧就係要你放100萬咧，你嘅錢咧真係擺喺佢度去玩佢個 VIP 活期啊！咁 VIP 嘅活期咧，即係 VIP banking 嘅活期係玩乜咧？咁樣你都可以喺我網度咧呢個銀行開戶咧，咁我都寫埋俾大家睇㗎啦。咁我寫得出嘅嘢咧，即係證明我玩過啦。咁由於呢個 post 係3個月前啦，咁可能係4% 度啊。咁佢依家幾多咧？咁樣我哋去到佢網度啦，揀翻啦，當然存款啊嘛。咁揀翻360易出糧服務，咁望一望啦。佢話額外高達4% 㗎咋。咁如果你放50萬以上啦，搞呢個 VIP 嘅綜合理財戶口，咁再加埋呢一堆嘅玩法啦，咁你有4% 嘅高息活期㗎。咁呢個咁嘅大新360咧，由借爸爸一開始介紹嘅時候咧，其實佢嘅活期係大概2-3年前咧係成6厘嘅。咁越多人玩咧，越玩越低咁樣，唔緊要啊，依家有4厘。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繼續玩。咁佢呢個咁嘅活期咧，其實就啱啱好可以彌補到大新嘅呢個戶口嘅免條件嘅嚇，因為佢冇辦法可以通過 RM 豁免嘅。咁你只有真係放100萬入去玩咧，咁你放100萬入去咧，冇理由唔收利息噶嘛。咁所以佢又咁啱可以滿足到呢個互補嘅玩法嘅。
咁都係嗰句啦。咁如果豁免唔到個月費嘅，咁我冇理由每個月俾3嚿水佢噶，咁我自動 downgrade 咯。咁都係好小事嘅啫。咁啊最多都係收少佢1厘半厘息嘅咋。咁啊呢度加插一句咧，大新嘅理財戶口咧，對於信用卡嘅額度咧嘅催谷作用咧唔係好大，或者咁講啦，對於信用卡嘅額度冇直接嘅關係嘅，但係佢會有間接嘅關係嘅，因為你個戶口級數越高嘅時候咧，可以借到嘅錢就越大。佢原理一樣啦，因為你俾咗錢俾佢睇到，佢知你有錢啊嘛，咁佢可以借多啲錢俾你。咁你可以借多啲錢嘅時候咧，咁你可以谷大啲嘅信用額㗎。咁呢啲咁嘅玩法咧，都已經喺借爸爸嘅 Patreon 財智套利者入邊同大家分享更多啦。咁呢期我已經更新咗呢個卡冚卡嘅終極版本㗎啦，就無限多卡循環嘅嚇。咁你睇完之後咧，咁你對呢個信用卡嘅理解咧，一定會係進入下一個層次啊！個含金量係好高嘅。咁啊，一個月費200蚊就可以睇晒過往10幾條片㗎啦嚇。咁啊，當然啦，付費就永遠最快嘅。咁你每個月需要2嚿，咁我想慳翻呢2嚿水咁樣，又想知道呢啲卡撳卡嘅秘技點玩，咁點搞咧咁樣？咁啊，你只需要subscribe 我呢個 YouTube 啦。咁你等一等，咁我後續都係會慢慢同大家分享呢啲咁嘅卡撳卡玩法嘅。因為借爸爸呢個 channel 咧，其實個目的係為咗提升大家嘅財智嘅。咁你只有提升咗呢個財智咧，你先至可以去玩得贏呢個金融遊戲啦，從而去唔好話脫貧啦，你起碼都賺到呢啲錢，或者一啲輕鬆去賺到一啲錢啦。咁呢度亦都係我個頻道嘅目的㗎。咁啊，都係講，如果你對呢個財智財技信用卡嘅玩法咧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掃呢個 Telegram group 度，咁啊加入借爸爸啦。咁呢個 group 入邊都有成幾千人啦，差唔多5000人咧會同大家分享各種嘅玩法㗎嚇。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呢條咁長嘅片啦。咁啊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對你有所得着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